馆是咱所有艺人的大幕，是嘿鱼啦。缸的是阮艺人的希望。有可能哦，全演艺界的希望就是你啦，武勇。全台湾的观众朋友，来，唱歌的代志吼处理好啊！来，算一个，计划一个。哦，脚长、手长的人，伫咧这个部分嘛是算讲较占优势啦。到底武勇来，我都过我这关高起你无无，？拼起你无？艺人啊无人过咧。来，加油！过来，加油！加油！这个嘛拼一个，全演艺界的拼一个。希望，全演艺界的希望就看你啊！看这不但有法度骑落去无？够有力无？够有力无？无放弃，够有力无？有，够有力无？海龟，丢海！要起不得，落架，来，豆豆来，豆豆来，豆豆来！我是新的代表，演艺界代表，第一个过关的，今日是咱武勇无力啦！第一个过关的，今日是咱武勇无力啦！今日是咱武勇无力啦！我不敢啦！你今日甲人乱，你为什么要上来？你都到位啊！哦。